好来，继续来看台南市政府向中央争取5000万，伫安平渔港起移民的活动中心，早起是举行着动土的典礼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身来主持，总统蔡英文嘛来参加。用热烈掌声欢迎！现场有热烈的欢迎，台南市府向中央争取5000万，要伫安平渔港兴建的渔会岛公园渔民活动中心，下早举行动土典礼，蔡总统特别落南参与。立法院长苏家全嘛陪同，不过2个人拢迟到。就是咧平湖吼，甲咱的空军部队加油，因为即几日来吼，咱对面的中国的有一寡军事的行动吼，咱的空军吼，咱的规个整体国军拢应对得非常的好。先到平湖路军才赶来动土，蔡总统真无闲，最近佮传出鸿海总裁郭台铭要选总统，伊表示尊重。他还没宣布嘛哈，那昨天我也讲过了，就是尊重了哈。对着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进前所讲的，对着宣扬迄只支持武统人士来台湾，应该守法来保护国家安全。蔡总统讲，也是以现有的法令为主，不过关于这人士入境台湾，希望移民署会当慎重处理。